哪？这有1块钱买的。哪里来的？我拼多多抽到的，官方推出的秒杀活动，1元直接抢365杯瑞幸。真的假的？给咱们也弄一下。简单啊，你点击视频下方或者评论区链接就可以参与了，不用做任务，也不用拉人助力，1元就能秒杀1年365杯瑞幸。所有瑞幸在售新品，经典款，口味随便挑。中，抽中了，咱们都有咖啡喝了。耶！这太棒了，好东西可不能独享，知道粉丝们嫌麻烦，所以我直接搞了1000个专属名额，点一下就能参与，反正也不花钱，想要的快去试试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